咱头一只国造的畅水蓝海鲲号17进行海试，不过这畅水蓝的外观介绍有破起来耐落去的情形，有人讲是这测试了后才变形的。但船公司表示讲，这破起来所在是声纳设备的所在，唔是变形。有立委是认为讲，这款乱放风声，讲这畅水蓝变形，将有可能是中共的人质作战。 头一只国造江南海鲲号17第一届出港进行海上测试，不过详细看，船身有几个所在看起来是破起来，四周围的船壳也有无平的情形。海鲲号互人质疑是因为出海测试，致使船身变形。要诋毁潜舰国造，也可以胡说八道。那3个形状不一样的地方，它叫做声呐。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一些都是这个潜舰上面本来就应该要有的配备。那有一些它可能有不平整的地方，也有可能是拍摄的角度，或者是所谓先前所说过的数码效应。因为相关消息伫中国的网络平台传甲真歹听，王定宇质疑可能是中共人质作战的一项。台船是发声明讲，海鲲号倒边船身船壳破起来所在是被动切具声纳，因为装高精度电子声纳元件破起来，毋是船体变形。 声纳就那亲像尖水艇伫水中的目睭，会当分做主动甲被动。被动声纳未主动发出声波，敢若接受环境的声音信号来判断甲识别目标。优点是更较好藏，啊，毋过测量的准度相对较低。尖水蓝大部分是两项搭配使用。 在水底下航行呢，如果有突出的时候呢，水流速度会影响到。那其实水流经过的时候，它就会产生噪音。水底下是一个听音世界啦。那我们必须说，期待海鲲号在下次在测试或是第2艘试作舰的时候呢，能把这个缺点改善。专家认为，即马看到破起来所在，可能是因为设备临时安装，而且尖水蓝本来就会装几落的测扫声纳。虽然澳大利亚海军的柯林斯级尖水蓝也有类似破起来的整流大，不过现代尖水蓝大部分会互船壳更较平、更较骨溜。认为海鲲号也是后续的量产，应该就会有更较平骨的外观设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